算是伫那边大桥这边头前视线，去你甲规片金死死。看不到前面。 会撞到。民众驶上桥实在是看到真惨白，敢会当驶真慢，因为日头光会互人常常要看袂到头前路。太刺眼撞上去，你看这样看不到啊。没有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往前看你就知道了。而且会在桥顶那个顶的那个，在那一刹那，那一刹那会看不到。太阳光线直射眼睛，造成眩光，发生这个事故。 这件车祸发生伫咧23号尾暗暝，想要看清楚头前路，日头光煞真险，后一秒弄到双载机车，后边车嘛无看到，直接压过来，加在人拢无代志。啊，伫咧做笔录时，大家拢讲是日头光伤过强，才会影响到赛车。疑似因落日逆光导致视线不清。那本案3名驾驶人酒测值皆为0。这些墨镜可以稍微阻挡强光的刺激，尽量避免有变换车道这种变换形象的动作。 太阳比较大，下山的也比较晚，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的注意。日头光的光线伤过来，看袂到头前路，就亲像网甲测量做太阳棍同款。其实出现这个情形，是因为夏季前后，日头的角度拄好社会那边大桥，就算甲早日班变落来嘛无效。 因为日头光的光线会和民众的视线角度拄好是平行的，即摆相关单位嘛来到现场会勘，看敢有需要比对角度来设告示牌啊，提醒民众避免发生车祸意外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